6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来品尝客家妈妈的好手艺。这是在台中一家客家餐馆，掌厨的是廖妈妈，她能够烧出一手道地的客家菜，因为她不仅仅是5代同堂的家庭里面当媳妇，负责一家大小的伙食，常常跟着外汇师傅学料理，所以她有老祖母的味道，还有最朴实的古早味。已经下午2点，店内一样人潮满满，因为台中这家客家餐馆很有妈妈的味道。掌厨的是廖罗雪珍，什么客家菜都难不倒她，因为她在5代同堂的家庭当客家媳妇，必须张罗一家大小的伙食，而大伙最爱的就是梅干扣肉，而这也是店内的招牌喽。在东西方面的梅干菜。咸菜干晾在竹竿上晒得很干净。廖妈妈除了找来最道地的梅干，做法也很花功夫。猪肉过水之后，马上进锅油炸。肥的部分把油逼出来，卤的时候才不会很油腻。炸到黄金色泽之后，还得要加入焦糖入味，这样五花肉才能够更甘甜。吃的时候它不会苦涩，它会回甘。一道接一道的步骤之后，还得卤上1个半小时。这时候卤过卤汁的梅干才能够跟猪肉一起放入蒸笼里。这是蒸好了，蒸好了，这个是蒸2小时后的成品。起锅之后，入口即化的梅干扣肉就能上桌了。深褐色的梅干扣肉软嫩又不油腻，难怪大受欢迎。为什么拥有好手艺？因为客家婚丧喜庆常常互相帮忙，所以廖妈妈也在很多板的大厨旁边学手艺。她的拿手好菜还有这一锅菜尾汤，酸菜萝卜很开胃，而脆笋更是脆而不咸，咸菜则是她依循古法腌制的。这是手工自己腌的酸菜，这个酸菜自己腌的话它的味道才会香。不过传统的菜尾汤是加入了风肉剩下的卤汁，但现在改用鹅肉高汤，因为一样香浓，但却不死咸。办喜宴的时候，风肉剩下汤汁分起来不够分啊，那你们回家拿萝卜啊，拿笋干啊，拿酸菜自己腌的拿出来，师傅就把它切一切，丢进桶子里面，其实非常美味。拥有一身好本领的廖妈妈，虽然开餐厅，但不藏私，还到处教学。她希望属于客家的老味道能够世代飘香。肉汁被高温封锁，梅干的香气慢卤微入，入口即化的深褐色，等着菜尾汤，唤起一段客庄的感动时刻。